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基隆市中心的东华广场，才来宣布讲，未来由美丰集团接手来经营。结果，服装的品牌 Net 就刊报纸指控基隆市政府这个标案违法。基隆市政府是来回应讲 ，Net 有参加这届的投标，是毋是都是因为无标到，所以咧小偷情绪。 超商美妆、美食街被爱啥丢啥的基隆市东华广场，才传出好消息，美丰百货特别进驻，即马所传出经营的纠纷。 买贵片报纸版片，今日透早化妆品牌内测看消息，比对6年前含即马商场的模样，讲到独立投资2.89亿经营，声明针对基隆市政府东华广场标案，为了恢复权益，采取7大点法律动作，对让内测这瓜即马无机关跳出来积极招商，按目标。厂商大日开发花2.5亿建设，经营了5年，现在这个厂商花2.5亿建设，经营20年，这会不会太便宜了？明明应该是5年一约，即马20年一约，考说基隆市长谢国良真疼惜美丰，搁斗3港省钱。微风在得标的公告出来以前的前一天，就在104人力网上面征人，要征聘基隆的停车场员工。难道微风是有时光机吗？ 他可以预知未来吗？提引导消息含标案时间，美美丰前一天就知影家己的得标，感觉政府含商家有利益关系。针对标案的纠纷，基隆市政府回应，包括敢若含代志公司有契约关系，无包含内测，过来代志公司是含备案，无符合优先续约的资格，已经无法度搁继续营运。第三，内测有参加这摆投票，敢是因为无通得标，所以来偷窥，嘛强调市政府依法行政，会尊重法院的审理。 希望基隆可以有一个像台北那样的百货公司。如果这边有微风，我知道的时候非常高兴。民众真期待这个家有保险公司，即马传出纠纷，业者看报纸声评，东华广场也被进驻，都惊会新面腿，更加侪官司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